永大溜冰场是国内第一座符合国际标准规格的一个室外型的一个200公尺的一个比赛场地跟综合型的一个练习赛道建筑物跟我们的一个训练赛道融入整体的一个景观特色那当然也考量到未来的一个停车空间跟我们的练习赛道跟我们未来的一个儿童运动的一个公园来做一个整体的结合，建筑物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考量跟风向希望能阻挡冬季北风创造一个适合练习跟适合小朋友游戏的一个游戏公园的一个部分永大溜冰场导入了一个节能设计手法包含屋顶的一个太阳能，还有雨水回收系统，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赛道的一个结构工程的一个强化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未来能够运用的一个更永续、更环保的一个做法来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更坚固也更耐用。我们的成绩一向在台湾各县市是那个排在前面的，长期来有它优良的历史。那我们滑轮溜冰场地说实在的不多，所以造成我们以前的选手也会流失了。杨和珍，他就是在世界大学运动会拿了5块金牌、1块铜牌以后，这个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才争取前瞻建设的经费，盖了这个现在这个大湾这球场。那这个是第一个是世界国际标准的抛物线的做法，很好的场地，适合的场地，才能栽培更好的选手。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了，不是这样子就截止。以后希望在台南市有更多的场地。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滑轮场是在111年动工，112年完工。那短短2年期间，说经历了好几次的升级，所以经费也从原来的6980万，现在变成9420万，所以将近的增加了快3000万。当然了，我们是要求好了但是就是说也希望说，球场完工之后，这个运动场完工之后，能够大家好好善用，不要破坏它。因为这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设计是非常吸引全世界最新的，也是全台湾第一座合乎国际标准的这个滑轮场，所以我们希望用意是希望第一个培训最优秀的我们滑轮选手，那另外呢也希望说能够提供很多民众他可以让他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机会体验接触滑轮运动的这个项目，能够培养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因此呢，它的设计兼顾专业，还有兼顾大众都可以使用。因此呢，维护盖是盖好了，维护要维护得好，这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责任跟这个工作。因此呢，我们也希望说，将来维护单位赶快决定了好，那我们可以让这个活动这个场地提供最好的，为市民以及为选手提供最好的服务。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10月25号礼拜3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周家伟针对中央增加建设经费，时常防止浪费。而总计算利用台南新建地下停车场，解决市区歹停车的问题做案例，表示增加预算是全民的福气。为了疏解市府停车位无够的需求，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前瞻立体停车场，嘛透过立委加争取几啊座。议员周家伟伫中日巡对伊关心东区水平温公园、北区承德里、东区文化中心、林新路以及青年路等停车场的工程进度，希望市府排除万难，如期如期完成。同时，嘛要互过去质疑前瞻基础建设是选举考量，将掏空台湾未来声音会当点点，因为拢是全民得到利益。希望前瞻计划里面这些对民生很重要的立体停车场要尽快来完成了哈。但前瞻计划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有其他政党对中央来说在野政党极力的反对极力的抗议极力的认为这个前瞻计划是在大撒钱。可是呢当我们遇到要开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野党的民意代表都挤在市长旁边，都挤在最中间我就不好意思说谁了。但
好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更应该要努力把这一块做好。我们来告诉好所有的市民，我们做这样的前瞻基础建设是有必要，而且对民生来说是真的有帮助的。像有9座嘛，这个其实本来各县市只有2座，就配2座。后来我们就是2座分配完之后，我们就拜托我们的林俊宪委员他去帮忙。所以说，在公路总局部分，还有在其他的局处的其他的部会的部分，他们都多争取。所以这个部分，那我们的原则是要以立体，而不是要因为地下是立体了2、3倍，所以要拜托。那也谢谢林委员能够帮忙。那我们只有做了争取，但我们会努力来争取，如期如质。经过统计，台南停车场总共得到中央9个案场的经费补助，到43.6亿来积极施工，将增加将近4000个停车位。其中南区西门健康停车场已经正式营运来服务市民。台南新闻阮吉林银光采访报道。天价队威胁到台南人的生活，尤其南区每一天各有20外例。所以，议员林义婷伫组织时就讲，无种空厝是造成天高热上大原因，要求市府一定要有一套应变的办法。台南面对天高热威胁，尤其南区每一天拢要有20几例增加。议员林义婷就发现，堆满杂物的空厝已经成为网塘滋生的温床。其中，针对8月28南区大文里这栋透天厝伫火灾过后，后续特别查到有决绝。面对类似空厝变成防疫的破口，议员要求市府一定要有强制清除等快速应变的机制，避免疫情扩散。唯独这起火的这一间他置之不理。他在小犬台风过后，环保局还曾在他们的屋檐抓到了决绝。那到我昨天去看，它还是长这个样子啦。那在同一条巷弄在这个礼拜新增了4例的登革热确诊病例。市长，我想要请问一下。在这样的状况，我知道我们在登革热防治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怕遇到这种空污或者是堆放杂物。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去想一下，我们能怎么来处理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这标准的例子，你要别的邻居被他波及的，你要都已经处理好了，对。那他自己就变成自己发生起火，殃及邻居的。那现在疫情也可能殃及邻居，因此呢，我想说这种东西，虽然他们现在家里碰到变故，但是我觉得其实该怎么处理就该怎么处。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方秘书长。有可能一个情形就是我们会直接具体的做，说可能明天就去会勘，然后是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会勘。会勘完，然后他里面有抓到强力知青，如果抓到这个资深员的话，该罚就罚。对，市长，但是我想要告诉市长的是说，透过总理孙议员嘛，政处宣导台南伫10月28中正路、府前路将试办取消内线禁行机车，无强制机车2段式倒弯的政策。不过需要嘛定限路顶汽车双黄线回转，机车无带转，或是直接正弯等交通违规。对此市长嘛相当无奈，坦诚是台南的日常。不过面对违规的事实，警察局长表示，该开单就开单，来保障用路人安全。台南新闻阮吉林银光采访报道。议员郑嘉兴伫组织时，针对规定的停车位不足、通下步道的设计出问题，已经关闭大冲桥的美化，一一提出质疑。要求市府爱做检讨。议员郑嘉兴每到总理时，针对建设需求，拢设计行动趣味的简报来向市府请命，包括争取现地的公有地来变更成停车场。强调毋是只有市区歹停车，规定现况的停车规划嘛明显不足。对此，市长答应改善长期被占用的停车空间，以及盘点可能的用地来建设。另外，去年3月乌七桥边的河堤美化完工，不过却无定期清除杂草，维护环境的美化，互议员感觉相当无彩。嘛进一步要求增加运动休闲步道来举办自行车活动，同时一并改善马庙大冲桥两边的荷花照明。前阵子我有跟水利局提到说，旁边的这个杂草，我们一定要不定时就是讲我们杂工那目前都是多久
去清除一次啊。因为之前就如同我有跟局长讲嘛，一进来就是规个迄草啊生高高等，包括你们所设立的那个椅子，整个都盖起来。协商过哈，那他们会马上再来砍一次啊。原则上他们是有这个契约在执行这一部分的啊。所以原则上是一年会多久？他目前是1年4次了。1年4次。对。好，那另外就是大昌桥两侧的河岸要增加这个路灯的照明了，这个我有提过哦。单侧合体也可以串联整个湖七桥，因为在112年的9月17号，妈庙的大昌桥我们有举办了一个市集，也就是我们归仁区公所来举办一个市集，然后让一些我们在地的青农也好，还有我们在地的小农哦，也可以在那边有一个市集。坦白讲，去年这个活动办下去，你知道那一天人潮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也很多里面非常的赞赏，说希望说未来我们还有机会，行不行？每年还可以有经费，可以让区公所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由这个区公所提出计划了啊，那我们再来看是由6合分署，或是我们本府这边来协助，我们就可以来协助，是不是？好。议员郑家新会中嘛，针对关庙文中离合用地，要求市府建立风雨球场，打造成关庙运动特色公园，互桂林甲关庙拢同款，唔是只有农地，而是将现地的土地活化，串联成运动休闲空间。台南新闻军及林英根采访报道。调查人剧团推出上新的作品《节之屋》，利用电影中心的5层楼。每一楼拢会使有舞蹈表演会使看，观众阁会使自由选择想要欣赏的顺序，非常的特别。舞者以身体动作配合沙加康布甲光影的变化，以及更近音乐演奏，这是稻草人现代舞团上新推出的作品《节之舞》，跳脱以往剧场形式，将5层楼的电影空间变成表演舞台。要将观众带入充满艺术加感动的氛围。从5楼、4楼、3楼、2楼，或者说从2楼、3楼、4楼、5楼呢，去游览、去观看这5位舞者所带来的5种节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表现。观众在观赏这个空间的时候，本身其实就会有一点打结，因为我们自己在排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种打结的感觉，因为我有一点不确定，现在到底是3楼了还是2楼？所以这个演出呢，观众会有一个亲身自己也要去找这个节的解方，就是我要去到这个楼层，然后去看这个舞者。然后这个舞者他正在纠结在某一个状态里面，可能是心结啊，可能是跟某一个物件连接在一起，他没有办法离开，然后或者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凝结的空间里面，然后每一层空间都有一个结的主题。这出的表演只有演出10场，每一场演出限制45名观众入场，确保每一位观众都会当欣赏到舞蹈。观众会当自行决定观赏的顺序，参照经历人生所面对的各种角，非常值得爱好舞蹈艺术的民众亲自到场感受。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市道无伴的人愈来愈多，高雄有一间五星级的年画旅馆，少年的经营者对房间的装潢甲空间设计投入真济资金甲用心。市议员李雅慧嘛看好市场，希望市府会使多多协助青年创业。是黄小姐，我们预约住宿。对，好，那你先。走进这一家猫旅馆，四周都设有猫咪喜欢的跳台和躲藏空间，天花板还有空中步道，可以让猫咪自由穿越。来到2楼的客房，每一间都是超大的挑高空间，躲进一个成人也没有问题。我的猫住进来住好多天，我是希望我的空间是很舒适，空间很大。我的猫是待在里面可以待很多天都很舒适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猫间是真的比一般
的还要大，就是我们人都可以进去里面，甚至躺在里面都可以。猫旅馆的店长本身也有养猫，过去要出远门时，却发现找不到一间理想的宠物旅馆，既放爱猫，就兴起自己开设猫旅馆的想法。经过探访和比较之后，打造这一间5星级的纯猫旅馆，让前来参观的高雄市议员李雅慧也大赞猫真幸福。他们住的这个包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电子设备啦，等等啊，都非常的用心，而且也很细致。所以说我想在这部分应该是会让这个爸爸妈妈们很放心托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开始可能去专门的猫医院工作。对，我就想说，我想要去那边学习一些照顾猫的知识啊，然后一些他们怎么照顾猫，然后怎么保定猫，然后怎么安抚猫。对，然后我们就到处去，可能去台南、去台中、去台北，就是参观别人的猫咪旅馆。我们待会可以上去楼上感受一下，我们的车是听不到的，我们有做气密窗。那我们的临路采光很好，猫咪很喜欢看外面有采光的空间。由于现在少子化严重，出生率降低，但养毛小孩的人却越来越多，不少人也嗅到这股宠物商机。宠物旅馆正好解决不方便带毛小孩出远门的寄宿问题。毛小孩的这个登记，有案在案的这些登记数节节攀升的这个情形之下，未来会面临到这个照顾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那在我们北高雄有这么一间这么高级的这个毛小孩的照顾的旅馆我想也是我们这边年轻族群的这些毛爸毛妈的福气。我自己有养猫，我也不喜欢狗臭狗叫。那北高雄我有做过功课，有去比较过，目前真的没有很高级的猫旅馆，纯猫的猫旅馆。不过，要打造一间符合饲主需求的猫旅馆也不容易。除了要研究猫的习性之外，环境清洁卫生也要特别注意，要投入的巧思和资金也不少。李雅慧议员也鼓励想抓住宠物商机的青年创业者，可以多寻求市府资源，让创业路走得更长久。好，那也欢迎这些想要创业的这些年轻族群就是可以咨询青年局他们有一些相关的贷款啊，或者是专业上、法律上的咨询，他们其实现在都做得还不错。那所以说市政府有这样的资源，当然也是欢迎这些年轻的创业的学子可以去参考。开宠物行业就是需要去动保处申请宠物许可，这个我们可能就没有经验，就是要准备一些资料啊、问啊，然后还有就是创业的资金的话，就是我有跟一个合伙人，我们2个，对，我们就自己准备资金，很贷款这样子。现代人养宠物跟照顾小孩一样，吃住都不能马虎。出远门时也选择把毛小孩放到宠物旅馆寄宿，而提升宠物旅馆的品质，也能为高雄友善动物城市加分。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一间东港起家的水产业者，开发出创意的鲔鱼松爆米花。将海味结合甜甜的茶汤，第一步推出300份，半点钟内就全部抢买了啊！一颗颗爆米花如雪球般滚落，咬下去卡滋卡滋的声音来自表面的醇厚焦糖，内里则饱满扎实。这是由东港起家超过30年的远洋渔业业者所开发的海味零食，颠覆了鲔鱼总是贵桑桑的观念，着手研究鲔鱼相关制品。光这款爆米花开发时间就超过半年，一推出不到半个小时，300组就完售一空。重点就是要让鲔鱼可以很轻松的方式带入每个家庭，上班族的人做上班休息的点心，还有提供给小孩子做零食。来自自家船队的鲔鱼松，细致的包裹在爆米花外层，不加豆粉，简单调味，再配上尝试多次才调出的鲔鱼松和美式焦糖比例，让爆米花甜咸适中，独特海味丝滑爽口。整包的爆松球里面，我们有25% 的鲔鱼松的含量在里面。一开始的话，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挑战，去测试鱼松的用量比例，从10%、20%，最后发现的25% 是最佳的黄金比例。它保留了焦糖的口感，然后又可以吃到那个鲔鱼松海的味道。业者挑战将鲔鱼制品带进家庭，同时带入大家的职场，负担轻又好入口的爆米花成为轻松休闲的办公室零食。有客人回馈新吃法，将爆米花放进冰箱，口感还能更提升。我们同事也有去尝试，说真的很特别，让你觉得冰冰甜甜又咸咸
对，那种层次感会更提升。进入电商时代，不只拼实力，也要拼创意。业者绞尽脑汁开发商品，不仅打破远洋水产难入手的樊篱，更增添便利性，抢占快步调世代的直接美味。记者吴家伟、李凡飞高雄报道。离龟山有一间农村咖啡厅，看出去拢是田甲山啊，而且才只有假日才会开店。店内使用的咖啡、咖茶拢是在地生产的。透过镜头，咱做伙来看卖。大家坐在户外草皮区，享受咖啡香跟自然的微风。仔细一看，这间咖啡厅不是在都市巷弄，也不是完美打卡点，而是坐落在龟山农村内。放眼望去，是绿油油的农田跟原始的山林风光，让人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农村慢生活的惬意。虽然只有在假日才开店，仍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它的咖啡味道很好，然后它的甜点我觉得是很好吃，就是很酥脆的感觉。然后这边的风景又好，你可以坐在这边欣赏田园的风光，然后看一下日落。而且这边本身休区其实推广的还不错，所以因为我本身是龟山人，所以会蛮想带我的家人跟小朋友来。一般的咖啡厅比较是追求所谓的完美的那种打卡的感觉，可是这边我是喜欢它的追求大自然，因为带小朋友来可以就是看看田边有什么景色啊之类的其实它是比较接近原始的那种自然的感觉。老板林世玉的本业是造访工程，家里也有务农，想要进一步推广龟山在地的好茶、好咖啡跟农产品，因此决定在农田间打造独特的农村咖啡厅。在地我们是农村咖啡厅，然后在我们这外面可以欣赏我们的田园风景，然后我们里面有我们的贵妃的桌子、贵妃的椅子，可以在里面静静的在办公、静静的读书。然后在我们的咖啡厅里面，我们的咖啡是我们农村里自己种的咖啡，还有我们的这边可以让我们农村附近农家可以在这边摆放他们自己的商品，在这边聚集一个好的小市集。咖啡厅位处龟山丰茶米休闲农业区内，不仅可以一览农村风光，还可以实际走进田里体验农事，还可以欣赏灌溉水渠跟池子。店里使用的都是龟山自产的咖啡、茶跟米，让大家来这里不只是放松聚会，也能品尝在地的好味道。咖啡是我们在地自己生产的，自己烘焙、自己烤、自己炒弄出来的。我们的茶也是我们在地自己去把人工下去采，人工下去做，去把它生产出来。我们米也是我们自己人工自己下去种、下去采出来的。在我们这边是不敢说是有机的，我们这边就是无农药的去做法。为了这家店是要让就是附近台北、新北、桃园可以知道我们的在地的龟山的世外桃源的环境，然后让我们，因为我们最近我们这边有一个休区，也可以推广出去。另外，老板也结合休闲农业区的手作老师，每个月都有安排 DIY 课程，材料都取自农村内的树叶跟果实，可以创作结合大自然独一无二的作品。我就是把这些植物，变成一个植物创作很有创意的课程。那希望说我们休区里头除了有很好的那个农产品之外呢，还可以注入一些艺术的种子，让我们休区的有一个多元的风貌。最有特色是因为我都喜欢用树叶来作画，因为我们休区里头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树叶，那也有不同的种子所以我都是利用这些树叶、种子、果实来作画，跟外面的作画是不太一样的。这家农村咖啡厅就在丰茶米休区，临近新北跟桃园，只有假日才开店。除了咖啡，松饼也是店里的一大招牌。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农村，远离城市喧嚣，喝香醇的咖啡，吹着田野的微风，享受慢活时光。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感谢您收看10月25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